花莲高河乡的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哦，昨暗11点外火烧，生活馆是拢烧了了，啊，要做保证的红糯米嘛拢乌有去了。这个车子也被烧起来了啦！快点，我们不是把车子被烧了。大火烧加紧，佮大消防人员出动11台消防车加20外个警义消，第一时间就赶来灌救。不过现场的建材差不多拢是马草、柚竹啊、黄藤这种真好烧的物件，所以火真歹拍化。3号的晚间11点04分接获火警，指称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发生火警，那火警造成建筑物全毁及2台自小客遭波及。花莲公河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，2014年兴建，是当地阿美族人重要的粮食保证基地。馆内还有一种真罕看到的红糯米，这个嘛烧了了，让部落族人真伤心。红糯米这个种子，那现在被火烧了，那在之后的一个取种啊，会有一段的时间的困难。那我们会尽可能的看看，部落的居民或者是改良场那边再取得重要的一个种子。好在规个火灾无人员伤亡，导火原因甲损失也搁伫调查。不过这个月19日要举办红糯米节，必须爱停办。部落中路是烦恼，若是找无保证的红糯米，未来部落传统地基酒也是食农教育会受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